子華神啊，你會點睇 Donald Trump 做咗美國總統之後，都成日喺度玩 Twitter， 係咪做美國總統好鬼得閒，要成日玩 Twitter 去 kill time？哇！你問呢條問題真係好入骨。Donald Trump 做咗美國總統，你以為做總統好簡單，好多時間成日玩 Twitter？講真，其實佢呢個狀況似係一種數碼春秋大夢。佢唔係得閒，而係利用推特當作個全國性懸崖村廣播站，專門喺度搬佢未經包裝嘅神奇語錄，直擊群眾心理。問題係呢啲語錄好似係網上風災警報一樣，搞到佢媒體忙到飛起。但現場觀眾呢，多數係圍觀嘅，唔知嗌好定唔好。你問做美國總統係咪好悠閒？其實應該反過嚟問，究竟一個全球強權嘅領袖，點解仲有時間日日發推文？佢唔係得閒，係將一啲正經嘅外交政策會議變成表演型政治。咁俾人哋感覺唔係統治，而似係經營一個日日24小時嘅真人秀節目。今集川普推特大冒險，下一集仲有更多 Golden Quote。咁基本上將總統職位變成咗一個網紅台，佢嘅 follower 就係一個全球觀眾群。咁玩 Twitter 其實係順應潮流，同埋佢知道成個傳統新聞機構已經變成咗免費嘅 echo chamber。但係講真，佢嘅推文唔係只係純粹娛樂，佢根本係當佢嘅推特係 Twitter 戰爭嘅愛國導彈。佢用呢啲短訊去影響民意，攻擊對手，又防守自己嘅立場。呢啲短短280字嘅嘢，殺傷力有幾恐怖？就係可以引發全球媒體嘅24小時新聞循環，仲可以煽動國會大廈暴動。你哋見未？呢啲唔係得閒玩 Twitter， 呢啲係一種全新嘅權力運作模式，甚至變成文化現象。佢一啲專家分析話，佢根本係用緊推特嘅直接傳遞未經包裝嘅信息出去，跳過傳統新聞篩選，直擊咗支持群體嘅心，變成咗全民推文總統。但係問題係，佢嘅推文好多時候又會破壞咗自己嘅形象，好似係自毀式營銷。不過講到尾，我哋都要承認 Trump 都幾精啊！喺玩埋自己嘅 Truth Social 平台，仲喺嗰度定埋規矩，所有嘢要延遲6小時先可以 post 去其他地方，完全係自己俾自己 set 個皇冠。咁啲人仲以為佢咩都亂嘅，其實咁樣樣都 plan 好啦。佢仲係推廣緊自己品牌，仲唔係打機得閒咁簡單。咁講啦，佢日日準時嘅推特或者自己平台出現，好似個網絡版嘅中流怪人咁，每次留言都惹起千層浪。作為消費者，點解我哋唔笑客，但同時又清楚背後嘅政治操作咩？所有嘅娛樂背後都係有目的、有策略。佢識得點樣將所有嘢都變成個 show， 連休息都可以係政治操作。呢啲咪叫做現代政治同娛樂文化嘅界限結合一齊咯。